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3公视台台一报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南投中寮早起的温度加到10度3，明仔载气候会反较湿冷，关山地界无定去落着雪。屏东县潘明安县长讲有含高雄市讲好势，高雄捷运会通动港，不过高雄市叶匡时副市长讲，那这是无影。澳洲的总理斯嘉将莫里森宣布讲，要用将近新台票18亿过5000万的预算，成立反间谍的专门小组。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南投中寮早起的温度加到10度3，是今年冬天到今有测到上界低气温。中央气象局嘛表示讲，冷摸冷，即水东北风时啊无通算作是冷气团的级数，尤其明仔载会阁转过去较湿冷的气候，初期3天关山地界无听到会去落着雪。大台北早起出日头，按个温度也是较寒，受东北季风影响，全台真侪所在算入冬以来上低温。气象局在南投中寮的自动测站，透早出现10.3度，临港测站上低温出现嘉基，透早到12度。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纵谷区啊，其实普遍出现11度到13度的低温。平地最低气温是在南投的中寮，这10.3度。星期六开始是另一波东北季风再影响我们，但是大气变得比较干，所以天气形态恢复到北部东半部这些比较迎风面的地方，可能断断续续下一些雨。拜三开始受北边风台水汽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局提醒，北部、东北部也是落雨，而且还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若拜五海拔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可能落雪。不过，这波东北季风比气象局预期的温度较悬，也未达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气象局分析，受到暖化影响，当季的气温确实愈来愈晚。以台北市温度下降到16度的温度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平均大概是会落在11月中到11月底左右。那以今年来看呢，大概是在12月2号。所以整个持续来看，今年的冬天到目前来看，北方系统还是属于有正常到偏晚的这种情况。气象局研判，今年冬天平均气温也是正常偏较温暖，雨量这正常机会较大。不过也是无排除会有寒流报道，未来冬季也是温差大的趋势。气象局嘛开始利用灯号温度计温，区分专业计温甲早暗计温，后面将会当提早知影温度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咱今日关心蔡英文总统昨去到屏东东港，甲立法委员候选人助讲。屏东县的潘明安县长嘛伫咧现场话讲，已经有含高雄市政府决落去啊，高雄捷运会按小港一直通来到东港。不过高雄市的叶匡时副市长说出来背讲，那潘县长讲这个话是无影无一只。东港为新园东港到后线，再来到潮州，这个部分路线嘛，两个县市政府已经正式定案，你好唔好？总统蔡英文甲屏东县长潘明安做伙徛台，替屏南立委候选人辅选。潘明安向宣布，甲高雄市政府讲好，高雄捷运将会对小港延到屏东东港。但这个话，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出面否认，也批评潘明安唔知你讲啥，让人不知所云的一个说法哈。第一个，既然他这个潘县长说呢，确定要新建到东港的话，我想很简单，大家只要问一个事情，就是究竟这条线会是怎么个走法，可行性研究在哪里？叶匡时强调，屏南嘛要有技术，因为连蔡英文答应过3件，要将高铁对小港延到林园，最后嘛无互高雄可以成评估的经费。高雄市捷运局嘛讲，屏东县政府敢若委托高雄市政府做屏东路线的规划，每年完成会提予交通部，以后才有可能做可行性评估，目前根本讲伤早。小港、东港为优先，路廊已经确定，路网已经确定，但包括其他3条路廊都要同步在年底前送到交通部去做相关路线核定。潘明安解说是指规划的路线已经定案，马叶匡时向幕僚问清楚才个发言。不过双方嘛等于拢证实，高铁延到屏东搁伫咧规划阶段，安怎才算定案？双方标准无共款。记者王家川、柯建准南部报道。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通过临时的提案，要求交通部重新搁开始评估一下看若要建设花莲通台东这座快速道路，可能性到底有偌悬？花莲这边的民众接到消息，有的是真支持，嘛有的烦恼讲会影响到生态甲大自然的环境。
听讲捌提案过的花东快速道路要伫明年重新启动可行性的评估，花莲大部分的民众拢真欢喜，因为对外真无利便的交通，无得卡个会加一个新的选择。啊，毋过嘛烦恼快速道路所经过所在会影响环境。 可以缩短城乡差距嘛？可是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困扰？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还是靠观光这一块。其实我们花莲民众就非常需要这条道路吧，这条路都给我们非常快速、非常便捷。因为花莲到台东目前正在执行台九线花东纵谷安全景观大道的计划，所以花东快速道路敢阁有起的必要。对这个代志，花莲县政府是表示，两种路有无同款的性质。 台九线的景观大道，它是以景观为主，所以它相关的速线跟聚落到聚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行车的功能哦，其实不等同于这个快速道路。快速道路它有一个运输上的便捷性跟快速性。 其实交通部捌伫咧2014年到2016年对花东快速道路做过评估，因为经费要到800亿，而且规划宽屏用地征收可能要12档，叫用认定讲是无法度的。啊，毋过这几档所有条件一直伫变，所以交通委员会才会重新提出可行性评估的申请。那个是民国103年，到现在有6年的时间。那相关的条件啦、居民的需求，还有整个。 这个交通状况的各种的需求，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支持，重新来检讨这件事情。根据交通部的资料，现在已经核定台九线花东纵谷景观大道花莲段94亿，台东段142亿，佮加上苏花改、南回公路，拢已经要伫今年底明年初来通车。时间条件还有供电技术已经拢无共款，所以会照决议来重新启动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水分明，昨南报讲有一个卡神的封号的杨惠如小姐，去互检察官认定讲，洗扫人伫咧网络顶头放假消息，间接来害大阪的外交官行地路，当时已经起诉了。啊，南军这边嘛甲讲，杨惠如的顶手无定就是蔡英文总统哦，总是蔡总统本人。早起是讲司法单都已经开始咧调查，针对单一案件，若阁加议论，是较无妥当。 手碰引爆总统蔡英文初三出席交通科技生涯会议，希望伫民进党的政府带领之下，将交通发展采用更加悬的科技面。不过，因为卡神杨惠如去检方认定冇造成外交官死亡，各并且指出，因为个月1万块薪水7万军，向以暴力公诉顶罪起诉，外界拢将问题指向李赢。 甚至这期民进党甲总统蔡英文都是顶头的人。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到司法的调查跟阶段了哈，那我就不能够在这个个案上做什么样的评论啊。蔡总统无愿意继续评论，不过嘛强调会加强防止假消息传送，无希望这代志向政治操作。媒体问讲，是烦恼杨惠如代志影响选情。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哦，那步步为营，努力的来争取最多的支持。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进行伫高雄造势时，讲到高雄人的头脑已经清晰，若是民进党无好好执政，高雄人会互你落台。蔡总统嘛回应韩国瑜。 高雄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每一天在高雄里面专心高雄市政、回答议会问题的市长啊。那至于这一次的总统的选举，我相信台湾人民包括高雄人会有智慧做最好的选择。 对韩国瑜呼吁支持者伫接受民调的时，讲为支持蔡英文，即马出现2个人民调差真济。媒体问蔡总统的看法，蔡总统表示相信真济民调公司的调查结果，民众会当家己观察判断，嘛强调无需要去质疑一寡无必要质疑的代志。敢讲韩国瑜要质疑每一间民调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确实有影，目前真侪民调问起来，拢讲韩国瑜比较蔡英文总统支持的程度是还阁有差一过啊。啊，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早起是讲，民调的数字是044，民心照样是热乎乎。啊，另外韩国瑜这边阁有要求讲，政府都要查明杨惠如卡车后的资金到底是按倒位来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已经挂起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个立委候选人的联合竞选看板，展现团结拼选战气势。
不过真侪民调显示，韩张配支持度也是比民进党的蔡罗配还佫低，甚至是无到2成。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是讲，目前的民调已经无参考的价值。我之前还有看过内部民调是3%也有，6%也有啦，所以那是之前啦。那因为现在因为都已经公开呼吁民调接到电话的话要支持蔡英文，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讲民调数字已经没有特别的意义了。韩定也讲，无需要一直看到林彬彬的数字，应该关心的是小夫妇的人民的心。另外，卡神杨惠如2号去北京认定开钱组1万军，伫网络来发问带风向。韩定也认为应该继续查到背后资金的来源。甲韩国瑜做伙参选的副手张善政是讲，这件代志只敢若是冰山的一角。杨惠如这个案子哈，就是冰山的一角，我觉得，它其实代表的是整个我们网络所谓网军的生态，或者政治圈里面这网军的生态，它是冰山的一角。现在它这个曝光了以后，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检调单位能够往下查到底。另外，进前总统蔡英文有讲，愿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张善政认为，蔡实惠目前的规划是无啥可能的，呼吁蔡政府要先甲两岸的政策做好，莫阁画大饼。记者欧阳吴家宝台北报道。讲到杨惠如这条案，台北市的市长也是台湾民众党的郭文哲主席，昨在咧 Facebook 发表文章批评讲，有的政党用进步自称其名，结果下骹手人却和中国大陆迄边步数相同，开钱在咧网络假方式，搁好甲去予检察官起诉。郭文哲嘛要求各党，打倒要将较清气象的网络讨论的空间交转来行民众，嘛较有影。驻日本大阪办事处前处长苏启成因为社会言论转自杀，卡神杨惠如去福检调查出，伊付1万块叫网军蔡福明带风向，替驻日本代表谢中庭来讲话。台北市长郭文哲星期3接受访问的时阵，以政治淡水河为例，认为这件代志另外有高层在咧操作。我也不相信杨惠如自己拿自己的钱出来再收买下线嘛，对不对？那一定是上面有人出钱嘛。他说你要整治淡水河，不是在巴黎关渡那个地方整治，这在上游，你在上游水土不保持，他再去巴黎关渡都已经在下游去整治淡水河，哪有用？对策网军散布假消息带风向，台北市长郭文哲初二也伫咧家己的面册铺文表示，攻击家己是进步的台湾政党，下骹的人也和中国用同款的手法，用钱来饲网军，操作网络言论，甚至可能怎逼死一个外交官，也甲去互检察官认证，爱各大政党兴大家一个清气的网络讨论空间。星期3郭文哲去互媒体问到，是不是邀请网军，伊是真有自信好人。每一党都有，我们敢讲，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可以买网军的，所以才批评别人。不过有一天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也要自治，我很难啊，我们都没有去募什么款的。红霞民众党有意思成立专门收集网络恶意评论的小组，而且无排除被采取法律行动。郭文哲是正面看待，认为看到无介意的代志，只要甲当作是国家进步过程当中的催准期，喙齿更加的就过啊。不过针对民众党台北市第7选区立委参选人蔡其芳在咧面册呛讲，要对发表恶意言论的人来提告，郭文哲是忍袂住笑讲，因为伊实在受过痛。记者阿敏珍、陈国水台北报道。咱过来讲，亲民党总统的候选人宋楚瑜早起接受电台访问，大声批评讲，国民党熬来斗，会将有才情的人拢塞出去门卡口。伊阁骂民进党批评杨惠如去予检察官起诉这条，讲咱国的外交代表做了若失职，总统嘛着担责任。到落尾的宋楚瑜是讲，政府代志若毋做互人民会放心，到甲转票迄当阵，咱着通换人做看卖咯。杨惠如涉嫌操控网军，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在去受访的时阵指出，网络无应该互少数人来操作，尤其是政治，互民意解脱效果失真。驻外代表若是失职，总统嘛有这个权爱管好好。既然是特命全权的代表，怎么可以说他对那个事情他不了解，或者他管不了？做总统的本身就要负责任。主席是向蔡总统喊话要处理谢长廷吗？我不是这个问题啊，如果好好的不对这些事情让人民放心的话，好像还不到2个月了，是，我们就可以换人了。好。
敢是伫向蔡总统话话，宋楚瑜无正面回应，但是国立基2020总统大选剩无到40天，伫那里两边选战，宋楚瑜嘛无咧客气，伊先批评民进党的派系问题，以高雄市长选举互国民党赢去有做咧，讲民进党已经国民党化，另外批评国民党的来到，甲会当做代志的人杀走。是什么可以让他下架蔡英文？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嘛。他根本没有这个经验嘛，你把一个根本没有，你没有开过车的人上高速公路，不有开过一天飞机的人，让他去开飞机，你是自己把你的命啊送到那边去，你都还不知道。宋楚瑜的话讲了做明白，但是敢是咧批评韩国瑜的经验无够。伊事后受访的时阵强调讲，选总统是咧选领导，必须要有经验甲能力。嘛，因为那里轮表选战，宋楚瑜若是咧行基站，行程安排受到影响，因此为早起开始，宋楚瑜伫面册直播，叫宋大哥开讲，为一个休讲起，向全民表达伊的施政蓝图。记者郭灿平由做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顶站自称是中国的间谍者的王立强，伫咧澳洲自首，伊也惊出讲中国伫澳洲的国内有布置袂少眼线咧震动。但澳洲的总理斯嘉江·莫里森昨是宣布讲，要用将近新台票18亿过5000万的预算来成立反间谍的专门小组。咱法务部的蔡清祥部长担嘛讲，会用诚意和澳洲来合作，望讲针对当咧侦办王立强这条案，会当斗出瓜力无？澳洲伫传出王立强案顶真济中国间谍行动了后，总理莫里森车里宣布会投入8800万澳币，差不多新台票18亿5000万，成立一个高阶进步专小组，打击官员所讲的澳洲境内外国的干预威胁。That ensures that we will be developing new specialist capabilities, both from an investigatory capacity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pursue investigations and bring them to either disrupt activity or indeed follow through and prosecute. This task force to 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is about identifying it, disrupting and prosecuting. 莫里森表示，这项小组的工作主要是分辨、阻止嘛起诉间谍行动。莫里森并无明确点名中国，是讲外国干预势力是真济无共的所在来的。那王立强案爆发了后，伫台湾嘛引起高度关心。不过国民党质疑，这是一件假强调案。对此，法部长蔡清祥强调，台北地检署侦办中。但真早告一个动作，都知影是真的也是假。伊嘛正希望会当甲澳洲合作调查。台北地检署有把他们需要请求司法互助的部分也透过我们法务部、外交部来向澳方提出请求，看大家一个对于这个案子的了解能够彼此诚意的合作，我相信会有很好的进度。蔡清祥嘛指出，对方若是有需求，会伫这案件由台北地检署来认定，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早起是讲香港的经济近来有影是歹，失业率拍算会冲起来到3%的接悬。另外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签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林郑月娥嘛真不满。伊阁问讲无香港的市民是倒一方面的自由权，有影有去受到损害咧？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半冬啊，也是还袂煞，敢是会去影响到民生经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初三承认讲，香港的经济最近会进入真困难的局面，预测失业率会到3.1%，可能会有变悬的趋势。香港政府第期以来设第4轮的纾困措施，要来替香港企业保障员工就业。这个赤字是过去15年以来首次出现的，也是说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对上一次的财政赤字是2003到04年。林郑月娥更甲中美贸易战还有反送中抗争当作是香港的大问题。针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林郑月娥表达强烈的不满，批评讲完全无必要，颠倒问讲香港人倒一方面的自由去受到损害，批评外国政府干涉香港的事务是互人真危险。我哋係強烈反對，我哋覺得呢個法案咧係完全冇必要，亦都係完全冇理據嚇。香港嘅人權同埋自由咧都係受到基本法嘅保障。事實上，我都想問，究竟香港嘅市民喺邊方面嘅自由係受到磨損？
针对中国3个反制措施，包括制裁5个非政府机构，还有拒绝予美军军舰来香港。林郑月娥指出，美军军舰来香港拢是中国外交部批准的，香港政府对咧做。若是中国人针对禁止和平法的破坏表达真侪言论，林郑月娥承认讲中国是真关心这件代志，毋过强调香港依然是司法独立。记者综合报道。就是烦恼讲，反送中的运动徛伫第一线咧抗争遐学生囡仔，会去卡着暴动的罪名。当有香港的学生专工来到台湾，由立法委员陪伴呼吁咱的政府，当着赶紧修正迄部难民法，才有法度提供实质的政治庇护，互香港遐自由派的人士有底通好来活。香港反送中运动伫理工大学抗争的未成年中学生，达到300名，被警方登记身份，保留追诉权。烦恼若讲被控暴动罪成立，会当处监禁10年。香港中学生甲大学生代表3号组团来台，呼吁台湾政府提供具体的政治庇护管道。因为在台湾读书，18岁以下的年轻人是需要在台湾有一个监护人来做他的家长。我们希望就是台湾政府有一个特别的处理。香港学生指出，目前来台寻求庇护者，只会当有半年的短期停留时间。虽然部分的中学生已经会当申请台湾的大学，也毋过离明年9月开学，也有10个月，将超过半年的期限。虽然目前台湾的难民法修正草案已经通过初审，也毋过还未完成第3读。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有提供救援的法律依据。也毋过，也无审查条件等具体项目甲协助内容，所以对想要寻求庇护的学生，有缘是感觉找无人帮助。希望尽快给一个避风塘，但难民法能够正式的纳入法律之中。不能捡到枪，开完枪以后，政治红利收割了，那枪就丢掉吗？事情就不理了吗？取得资料是这样哈。预期居留这一块哈，第一批寻求庇护者哈，到目前都还没完成申请，仍在安排第2次的面谈。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记者会原本有邀请立委会移民署教育部列席，不过最后又无出席。呼吁政府除了口头声援香港，也应该尽速通过难民法，落实具体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双人经过电脑连线，将两国中间头一条小冷塘3000公里长的天然瓦斯的暗管宣布正式开通。习近平嘛，探和俄罗斯的官员会面的时阵，伊点名讲美国遐西方国家拢伫咧干涉中国和俄罗斯国内内部的事务。拿点头拿米比亚笑，将清澈的伫下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俄罗斯总统普京初日透过视讯连线，用电视转播的方式启动连接中俄两国的第一条天然气管西伯利亚力量管道。Сегодня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ое,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событие. Не только дл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рынка, 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ля нас с вами, для России и для Китая. В этом году 70-летие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 этом же году мы начинаем поставки в Кита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рубопроводного газа. 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是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公司所起的，而且营运长有3000公里，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入去中国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完全运作时阵，预计明年会当提供38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另外，习近平嘛伫咧北京接见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指控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插手中俄两国之间的内部事务。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干涉中俄内部事务，威胁两国主权安全，阻碍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普京总统表示，这种做法大错特错，损人不利己，中方对此完全赞同。美国总统川普顶个月2被签署通过香港民主甲人权法案，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而且宣布反制，禁止美军军舰来香港，而且制裁美国几啊间非政府组织。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的报马啊，咱先来看台南。顶2日啊，较外海南区遮一片金蕉园，有20多丛金蕉树去互拗断，现场阁有甲人的手盘、病块、脚爪痕，到底敢是有含这款动物来咧算断咧？台南市农业局讲已经有翕相送去委托屏东科技大学的专家要鉴定，不过四边的民众拍算当时会较烦恼了。 今日去金蕉园内底，真侪金蕉树拢互对中国凹子，甚至阁有大型动物的脚好，互人看甲真惊吓。但是这个地点是台南安南区公园里，离海岸敢若短几公里，蚬仔出现伫遮，大家拢感觉真奇怪。但是种种的现象，互民众怀疑是蚬来迫害的。这会使讲真大的迄个像足大的物件哦，白过鸟安尼。 大家拢议论纷纷，想无到底是啥物款的动物，互附近的民众拢烦恼会出代志。这动物应该是真大只，但是吼无确定讲是到底啥物动物啦。真吼，都若讲山猪甲狗啊嘛无可能啊，剩的都唔知影，想讲有阁有其他的动物有无啊？所以有咧怀疑讲是蚬对。对。啊，成个物件，对不对？啊，成个物件出来，啊，你看跟着长鸟安尼，都对不对？人们野狗都蚬的啊。 就伫咧风声讲有蚬出现的时阵，嘛有附近人伫透早的时阵发现，金蕉园内底有大型的野狗出现。你看着公狗啊，足悬的，啊，长长长，一只尔，2点佮再来食，无伊家一只尔，啊，就咧游的，看隔壁咧游啊，咧肥安尼。可能现在就是把抓痕跟那个足迹，我们把它拍回去，给评估大鉴定。鉴定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去看，这样。 初步判断出现野生蚬的可能性真低，不过有民众怀疑，敢是有人违法偷饲，所以蚬偷走出来的可能性。农业局已经翕相采证，会送到屏东科技大学鉴定，伫咧结果也未出来进前，恐惊当地居民拢会烦恼甲困袂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也是国际身心障碍者的日子，不过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这个团体，因调查落去才发现讲。 特殊教育的老师要教遐个了有较不便的学生，一个爱对正人，就是学生对老师人数的比例伤过头悬，尤其身体方面有较欠欠的学生，出社会了后，头路步步嘛真歹用。当全教总就呼吁各党要选总统的人，政见都要尽量考虑到这个问题较有影。 台湾伫咧1803年通过，而且实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实行法》，必须互身心障碍者有尊严的融合伫咧社会。不过，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上新的调查发现，国内对身心障碍者融合的配套措施不足，特别是伫咧教育方面，譬如讲普通班老师的培训，普遍拢会听到讲特教智能无够，而且伫咧特教班，特教老师对学生人数的比例来讲，拢上过悬。 甚至于有的学校，比较夸张的数字是到1比100多，就是一个特教老师，学校只有一个特教老师，但他可能有到100多位身心障碍学生。那这样的状况，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服务。 另外，身心障碍者拄学校毕业要到社会来食头路，嘛会面对着无共的问题，用视力障碍者来举例。虽讲伫学校已经有文书处理、听识设计等等的能力，不过因为大部分的企业资讯系统欠突破的功能，可能会造成视力障碍者伫找头路的时阵去用拒绝，所以嘛需要政府加强企业用奖励措施来创造出更加优胜的工作环境，和这寡身心障碍者。企业可能需要一些的经费来做调整的时候，政府要不要补助企业这一点经费？它并不是要重新写一个系统。根据统计，108学年度全国大专院校总共有14000外的身心障碍的学生，其中视觉障碍者有592个。全教总呼吁各总统候选人会当伫政见内底答应讲提供资源，互身心障碍者会当更加有效的来融入学校、社区甲社会。记者综合报道。 确实，轮椅制度若较不足，政策就要赶紧补数。经济部手下的国营事业，包含中油、台电、台糖、自来水这公司退休的人员，因当嘛有组织一个公保年金孤儿协会，早起引起到立法院的门口抗议，要求政府就要将公元2000年到2004年中间退休的这个国营事业的辛劳，拢总纳入养老年金爱担当的范围内底，才通好补数当初时法律有较不足的所在。 蔡总统，公保年金孤儿在哭泣。
企业年金高利票据的考核是针对北中南来的，原本是经济部国营事业中油、台电、台糖、自来水公司等等公保退休员工所组成的公保年金高利协会的成员，早起来立法院外口抗议，要求政府会当甲送信当中的公务人员保协法修正草案，甲国营事业99年1月7日以后退休的人员，拢带入去养老年金制度适用范围内底，来弥补迄当阵受罚落高的所在。只是一个安全感，只是说把整批的钱交回一次金交回去，然后呢，把这个每个月的1、2万块钱领回来，我们一个安全感而已，这样子一口饭吃而已。协会表示，公保法是伫103年6月7日通过实施养老年金制度，啊，毋过敢若限定私立学校被保险日会当追溯到99年1月7日适用。国营事业所属投保公保人员敢若会当追溯到103年6月7日以后退休人员适用。所以，伫咧99年1月7日到103年6月7日的退休人员，全部拢去用排除伫外口，超有2000个人是去用老高的年金高利。是要求我们那个立委哈，能够这个修改我们这个公保法第48条哈，就是能够把我们那个恢复到99年1月哈，可以开始那个领年金，这样我们的国家的年金制度哈才能够完整。公保年金高利协会呼吁立法院应该赶紧排审公务人员保险法修正草案，才会当符合政府当初示办年金永续公平正义的本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游行，这个礼拜日嘛有一站大游行要举办，因为台湾开放外国劳工到达30天，啊劳工团体就咧讲，这依山来台湾做事的外国人还未入境，就先互中人绑一领皮去。因礼拜日要举办的游行，就诉求讲废除中人的制度，政府对政府就通直接引进劳工咯。啊劳动部是讲，目前已经有鼓励主人家，听讲唔免经过中人，直接家己聘请外国劳工。伫大兴牛头小几啊卡，向电挂职移工长期以来去互牵狗仔甲中人联手绑架。台湾移工联盟会伫即礼拜日举办移工大游行，诉求废除中人制度，要求政府对政府直接来请移工，互移工免去互绑2站皮。他们要卖田、卖地、卖牛，或者是签下高利贷，或者签下本票，负债累累的才能来到台湾工作。政府规定的第一年1800，第2年1700，第3年1500，这3年总共6万的服务费。对一个劳工来讲，他3年的合约有将近3个月是在做白工。移工联盟指出，移工要对因的国家出国进境，就要付牵狗仔甲中人真济钱。来台湾了后，该付3年总共6万块的服务费。就算讲政府伫咧2016年废除每3年出境一届的规定，原本就是讲会当换来伫台湾转换雇主的自由，啊，毋过转换的期间也是该付予中人2万至10万块不等的买工费，才会当顺利换工课。Siapa yang betah minta pindah majikan malah dipintai uang pindah majikan. Kalau tidak diancam pulang, siapa yang mau dipulangkan melainkan kabur. 直聘制度对雇主是没有任何利益的，因为第一个是我根本不知道外劳在哪里，外劳也不知道雇主在哪里。我可以使用直聘的前提，只有我跟这个雇主已经原本有劳务关系。移工联盟预告，即礼拜日中昼的移工大游行会对国民党东部出发，经过民进党，要求2大党对移工的议题来表态。劳动部是表示，已经成立直接聘雇服务中心，鼓励雇主直接来请移工，若是查到中人违法超收费用，卖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游行抗争拢是要争取公道，甲政府施压力。啊，明仔载立法院要审查汽车业有9项进口的零件，关税敢会当较减挂？目前行政院是望讲，关税若要落，国内业者生产车辆咧卖人客，价钱嘛就要放较软咧。总是业者这边是讲，国产车的起草这2年也是有够歹，这回法案若无通过者，因是会大大汇集起来发动抗争。6大车厂工会理事长徛几排，强调爱一个公平竞争机会。因为今年8月份开始，国产车市占率流失真紧，连续3个月进口车的市占率拢过半。即马汽车零件的进口关税调降，修法又果可能伫今年无法度过关。环境烦恼，传统汽车产业劳工的饭碗，明年唔知影敢阁有法度旁。政府能够正视这一个区块，从现在就要开始，千万不能等待。要不然，像桃园市所发生的华映的一个破产清算的这样子的案例，我们相信很快就会发生在汽车业上面。
工会表示，这2年汽车产业流失要外3000人，若是讲法无过，工会估算每年会阁有1000人，向年龄精减，或者是强迫退休。安那立法院财务会测试排审法案，国民党立委徐宏泰甲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拢有提出版本，一定伫财务会讨论。上个礼拜五不是强渡关山反渗透法直接进覆2读，我想社会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那个案子如果来得及，这个案子就来得及。行政会议对降税方向大部分同意，不过嘛希望业者会当配合降价，和一般的消费者会当受惠。9项的汽车零件税，9项这个是它只是单一引擎里面的部分的零件。你如果说这个降价，你要回馈到消费者上面，我认为这个谈的事情还很多啦。法案查最后一步，和汽车业的劳工真着急。工会讲，修法若是无如期完成，会大规模动员，展开对候选人第条条的抗议。记者综合报道。总是前差1到5年，对手面趁食的人来讲，就差真济。你像新竹的计程车已经有12档无起就计销了。年底开始，新竹的塔古市日是汽车100，暝是120，这是无变。不过目前走250公尺一条5块，会改做200公尺就一条。另外，因为 Uber 条款已经通过，新竹地当时还阁无人去组织多元化的计程车队，所以 Uber 这款服务当伫咧新竹，嘛已经就要暂时结束了。趁着排班的时阵，计程车司机赶紧甲车创个清气，等待也一组人客就车。有12年毋捌叮当过新竹计程车费用，最近经过县市政府甲计程车工会讨论了，要在年底进行调整，起定的计效无变，跳表的部分是为250公尺跳5块，改变成200公尺跳5块。经过12年又2个月来调整，以后啊，能不能有一个年限？不要那么久。调，怕吓跑客人啊。对啊，那个价钱大概跑一趟你差个几10块哦。现在景气不是很好哦。我目前新竹县来讲，主要的是从高铁站往返园区的商务客为大宗。以这样的里程的话，大概初步调涨的部分，如果会影响到的乘客大概是25块钱这样。计程车司机嘛反映，新竹地区地下白牌车状况实在伤过严重，特别互因这真正有牌的计程车特别动袂落去啊。另外，受到 Uber 条款的影响 ，Uber 在新竹地区嘛要暂时停止服务。到车站10台有8台、7、8台都是白牌车。哇，太严重了！那礼拜6、礼拜天哦，真的火车站前面一堆。新竹汽联这行这边已经开始在申请车队了，那车队的核准的话，快则也要3、4个礼拜，所以等车队弄好的时候，再跟 Uber 签约，然后车牌的问题还要再解决，所以短时间之内的话，新竹这边是很难开通的啦。根据观察，新竹当年落来，地下白牌车状况严重，除了计效比计程车司机俗以外，市区叫车也较方便。不过提醒民众，白牌车无在政府规定内底，安全恐惊也是一大问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新竹看完，咱来看嘉义县阿里山本期湖遮闹热是闹热，不过因为一寡土地算是林班地。民众踮遮伫咧徛起运用，各方面拢有制限。经过6档的协调，林务局当时已经重新检讨，将1甲外建筑用地计共157笔土地拢放出来，予国有财产署管理。此期民众就当照法律行，甲政府说起来运用了。本期有地区是阿里山的中继站，嘛是观光的热门景点。而长久以来，土地甲建筑物使用无符合的问题，总算有了改变。今仔日经济上较欢喜的日子嘛，个地一定原则上拢解决了嘛。这个变更为国产署，希望公里符合法规的情况下，管制卖和你严格。承租户呢领到了我们租约之后呢，只要依照租约的使用，租约约定来使用的话呢，就能够继续来合法使用就不会有被拆迁的困难。林务局伫这届改变计划当中，划出1.83公顷的建筑用地，总共有157笔土地会用改变。除了原本13号是换约以外，而原本你缴使用补偿金的72号占用户，嘛改头会用合法来承租土地。因为林班地的解编是让林业用地变成丙种建筑用地，那这个部分在地区可以
有建筑的使用，那符合我们的地目。对，那这也是社区居民的期待。嘉义县山区的民众过去因为土地使用限制，产生真侪无方便。林管处表示，透过法令的修改，嘛会一步一步去调整现主时的使用状况，希望让山顶存在已久的问题会用出现改变的机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彰化县的鹿港天后宫，伫咧公元1996年的时阵，按固定的古迹降级，变做是县内即坎的古迹尔。加早经过众人咧争取甲拍拼。今年文化部搁再将鹿港天后宫升起来，指定做固定的古迹。文化部陈立军部长当嘛亲身去到天后宫行香，搁颁发这张固定古迹的证书。文化部长陈立军甲文资局长来鹿港天后宫参拜，经过23天的时间，鹿港天后宫总算搁一改变做固定古迹。陈立军初三亲身来天后宫办固定古迹指定证书，这嘛正式变做全国第106处的固定古迹。我们要恭喜我们鹿港天后宫，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从限定的古迹升格为国定古迹啊。鹿港天后宫在民国80年被改编以后，没有一个县长愿意帮助我们到了上一届还有我们这一届2届的县府团队来帮我们争取这个国定古迹的提报。鹿港天后宫的主委表示，天后宫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地方的信仰中心。原本伫咧1985年由内政部公告做固定古迹，毋过后来因为文资法改制，所以伫咧1996年去互降做县定古迹，搁一改变做固定古迹，对地方的意义真大。今年向文化部申请这个整修的规划，全区的规划费600万已经获得核准，那现在正在发包中，预计要用1年半的时间做好全区的整体规划。文化部表示，肯定鹿港天后宫见证海洋文化，还有地区发展，伫咧历史、信仰、艺术拢真重要。其中茶雕甲石雕的保存是真完整，毋过因为年代真久要维护是无简单。即马鹿港天后宫设计做固定古迹，所落来会准备进行相关的征收，文化部嘛全力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咱来讲彰化地鹿港的天后宫，大家拢讲鹿港天后宫内底的妈祖婆是郑成功手下西龙大将军尾挖清朝，西龙请来遮特别服侍的，所以讲历史真悠久。鹿港天后宫内底原来真侪连队，拢写起相当的好。国政今日捡2队出来。讲互所有咱遮观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头一队，咱来讲鹿港天后宫内底连队写讲武德参天，树表含钦基性，河宫配地，万邦强士以神。这2队顶下队安尼排起来，顶句就是讲圣母的武德参天，所谓树表就是讲顶下宇宙中间，无论倒位含钦基性。大家拢钦服天后宫妈祖娘娘，伊遮尔伟大，河宫配地，万邦强士以神，讲伊遮尔大的功德，照顾万民，所以无论行去到倒位，妈祖婆拢受人诚意伫咧服侍。过来第2队连队，咱过来甲听。顶句讲圣德下夫，四海安宁，美德保平乐水。下句讲武艺足实，万家瞻拜，风如调用美酒。哇，实在讲这对意思原来真好。顶句讲圣德下夫，这个下就是讲远啦，远甲近妈祖婆遮尔大的道德，拢会当管顾去到位。四海安宁，因为天上圣庙遮尔慈悲嘛。毋是干那讲对着落水，就是讲鹿港地有法度讲海不用波，毋是干那照顾鹿港地尔呢。下句讲武艺足实，天上圣母娘娘遮尔伟大的风范，真正足值得咱来尊敬。共款万家瞻拜，这个瞻就是讲额头咧甲看，家家户户拢咧拜妈祖婆，额头三笑有神明，祈求妈祖婆护佑呢。亲像什么款？风如风佛亲像调用美酒，
所以妈祖婆来到鹿港，铺平落水，照顾到鹿港地。伊遮尔大汉，遮尔伟大，照顾万民，这种的心境，宛然就亲像讲，当初时，伊伫湄洲伫咧保庇遐个讨海渔民共款。当然，讲妈祖婆，咱安尼讲一句俗语话，讲得神得人。过来，佫正要讲台大病院的婚龄婚姻，但是即马成立专门咧看胸坎即科医学中心，计共有13个医师，因嘛伫咧中心内底专工成立肺癌的团队，正就是望讲会当尽量提升婚龄，佫有中部一带胸坎科医疗的品质。咱来看卖。甲红布溜落来，台大病院婚龄婚医看胸坎这一科的医师替胸腔医学中心挂牌。病院内底看胸坎9位内科医生，也佫有4个外科医生做伙合作来守护病人的健康。婚龄这个所在，云林婚院我们也认为非常重要，所以这经济领域的这个整合，包括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规个整合，甲咱的检验医学，大家资源，大家做一个整合，对患者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民众只要挂看胸坎这一科，病院就会评估状况，看是不是需要甲病人转去医学中心做深入的追踪或者是检查。胸腔医学中心的医生，甲家己专长的领域，也佫有手中的资源整合，甲个案的资料整理校正，要替民众的健康把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成立，可以照顾我们现在这些肺部疾病胸腔疾病或是肺癌患者的一个更好的医疗照顾根据卫生福利部107年国人死因前3大名的资料显示，肺癌排第3。胸腔医学中心内底就组一个肺癌团队，成员包括病理科、感染科、放射医学科等等背景的医护人员。病院希望跨科合作，会使提升地方居民的医疗品质，也让病院内底医生有机会交流，做伙替患者的健康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咱婚姻看完，换来看台中。即马碰柑当地咧大出，因为今年台中市的碰柑产量有影真够野，市政府当嘛咧拍拼讲，12月底就要甲碰柑销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去，佮尽量要接到1000栋即个野，互农民通好过年，心头清。桌顶满满是好食面，食的好料就是用台中出产、滋味上界赞的碰柑做的。台中是全台湾碰柑产量、种植面积上界大的地区。即马碰柑佮当着时，市政府农业局大力推萨，举办活动，助赞农民行销。台中地区啊，天气好，水好，这个土质好，人也好。所以种出来的这个柑橘类的是特别好。根据农业局统计，台中碰柑主要的生产地有东势、石冈、丰原、新社、甲和平，产量平去年增加要1成，当中碰柑、木果柑、甲汤柑占上济，品质是不良好。按算12月底销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计共4000公吨。碰柑是台湾独有的柑橘品种，这个很特别。台湾的碰柑面积最大的就是台中市第1名，我们的产量最多。我们不但产量最多，我们的品质也是全台湾第1的。唔那甲碰柑销去国外，农业局嘛辅导农会甲碰柑节做果子干种种加工品。另外，现时伫大卖场嘛买有台中出产、把水佮好食的碰柑，欢迎民众收听在地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碰柑讲完，咱换来讲蒜头。种蒜头的农友拢知影讲，步边蒜头若咧步，用过拢着爱挖靠人工。毋过分林当事者当是无相共。目前有农民和农机的业者合作，研究出自动捕蒜头的机械，毋若讲较免了开着力。一零一零播落去，嘛加正经济，咱做伙来看卖。这就是较早是种安的传统的。甲蒜头直接插入去土里，农民压腰伫咧日头下种植，只要到10月、11月份，就使看到蒜农辛苦种植的身影。农村人口老化的情形严重，石头多的时阵，佫请无人通好斗种，农民只好一粒一粒家己落去种。较早用人工点，就是拢种摊徛的，拢安尼种，人就拢挡袂牢。定定吼，一区园内底吼，
你看到迄老伙仔爱排几排？千岁团。为着卖互农民遮尔辛苦，云林东势乡的蒜农张夏明和农业机械业者合作，发明自动种植机，提升农民种植的效率，也降低成本。用1个月时间去研发，甲种，开1个月时间。人工种蒜头1公顷需要请25个人，种一工差不多就要工钱3万块。若准讲用种植机来种，同款的面积也够时间，为开高种植并土，费用只需要人工的1成。这阵机台也搁伫咧研发，暗算明年就会使生产。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县政府举办银闪闪合唱团比赛，这专门咧邀请县内真侪只阿公阿嬷大家来车拼。参加的人数是一年比较一年搁较低，啊，无论民谣还是流行歌，这病舞嘛唱起来拢无输少年家，实在有影真热烈。这阵阿公阿嬷做合唱团来比赛，虽然有的人头毛白苍苍，有的人是满面妖魂，不过笑容满面也是真有自信。对着音乐旋律，身体又震动，不时比手势，不时分步合唱。不管是传统民谣，或者是流行歌，阿公阿嬷唱起来气势无输少年人。大家对这个音乐有兴趣，平常无时不刻在练习。透过这样的去练习，我们的感情关系更好。对，然后让长辈有这样的一个舞台，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他们觉得很骄傲。有心拍照就照窗，有心开山山成园。这回银闪闪合唱团比赛有屏东县21个乡镇，拢总32队，825位来自关怀据点的时代报名参加。这阵时代平均岁数是75岁，其中有真侪目睭无好，甚至是唔捌字的时代。透过一摆搁一摆的练习，拼说甲歌词、旋律、动作拢记起来，做会激头脑，身体也变甲真活灵。大家可以透过这种音乐的练习。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包括我们的听觉、视觉，包括我们的注意力。食甲老学甲老是这阵阿公阿嬷对唱歌的热情，也是对人生的态度。不管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透过音乐来交流，也互关怀据点的时代，透过一摆搁一摆合唱，甲大家苦安安，也用美妙的歌声，摕到家己人生的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一单巴西的消息。巴西警方顶日出动大批警察，要抓2个野枪的嫌疑犯。结果因2人却撞入去一场街头舞会内底，遐当有5000个民众伫咧卡上手人，伫咧跳舞。啊，警方和嫌疑犯2边却伫咧人棚内开枪烧弹，警察佫任催泪弹出来击，好甲民众大家紧张，人打人，有9个人不幸死亡。买手这2个嫌疑犯嘛是同款脱走，有影是有讲拍无落。巴西警察也枪伫圣保罗一个贫民区附近巡逻，车头早才发生重大意外，原因是2个骑奥多拜逃走的枪手，甲录音的38个警察甲真侪警车，雄雄走入去当地，伊伫街头举行的派对活动，或者个有5000人现场变甲真混乱。啊，若双方搁伫人群中枪战，情势完全失控。警察为了维持秩序，发射催泪弹树甲烟雾弹，造情况搁较嗨。Foi tiro, foi bomba, ninguém via, não sabia para onde correr. E aí corri para onde deu, né? E aí vem uma pessoa passando por cima da outra. E aí a pessoa caindo morta já no chão por causa do tiro, a pessoa desmaiando por causa da bomba. 事故造成真侪人受伤，送去病院，包括一个14岁查甫囡仔，尚无9个人不治死亡。民众认为，警察要替这个事件负上大责任。受害者亲人甲厝边表示，迄当时警察封锁跳舞区的出入口，有人甚至是叫警察用玻璃杆攻击。毋过警方驳回，因拄入去活动的现场，对民众弹石头甲管仔，该当动用催拉树甲手令禁止。A informação que temos até o momento que as 9 pessoas morreram pisoteadas, não há nenhuma com perfuração de arma de fogo ou com algum outro tipo de lesão que sugira outra coisa. As 9 parece que realmente morreram em razão de terem sido pisoteadas. 不过，巴西警方嘛表示，会针对听词是毋是无适当的代志，展开相关调查，了解真相，互失责人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因为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拢寒死死。
明仔载开始，南北二路拢会落雨。中央气象局嘛讲，这边的冷气团呢，直直影响到明后日。嘛因为水汽加了较高，3000公尺距离的关山，无定着会落雪。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7度到2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9度到25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17度到23度。金门、马祖、澎湖14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